县政府推动着偏乡学校中央厨房的计划。这个北港北城国小的中央厨房兴建的工程，今仔日来举办着动土的典礼。到时阵会当来供应着4间偏乡国小的中昼饭，让这囡仔会当食着营养好食的饭菜。北城国小飞龙队伫咧正式面头前表演，祈求新民保庇中央厨房起的工程顺利进行。为了照顾偏乡地区学生的食食，云林县政府争取着教育部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经费。我们最重要是要大家联合采购，有透过中央厨房可以普及到所有的这些偏乡的小学，那他们也能够降低成本。中央厨房的设立，甲灶卡管理、食材运送和保存的作业做伙规划，唔来当互厂商愿意伫咧偏乡服务，卖当互学生爱中昼顿食更较好。我想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，让这3所学校吃得比原本的更营养。更健康，希望透过资源的整合和分享，和偏乡地区学生和老师、各市大人，都应当享受到上好食的中昼顿料理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